后来乡亲啊，这个统一发票着1000万，竟然无在调领。网友惊体讲，这真正是比悲伤更较悲伤的故事。有人伫咧网络顶抛出一张发票的相片，号码一个对着1000万，但是袂当领，实在是对心肝。原来是因为这张发票有开统一编号，到底有啥物款的状况，着发票袂当领咧？来看咱的报道。 平常买物件店家开发票，但这个动作真有可能决定你的命运。需要开统编吗？一张小小的发票，希望无穷，但是您知道吗？发票上这行统一编号，会让你的希望落空。有人伫面书抛出一张统一发票的相片，这号码甲今年3、4月份1000万的特别奖号码03802602完全相像，但是伊得奖袂使领，因为伊开报销用的统一编号。民众讲，真正是比悲伤更较悲伤的故事。统一编号就不能兑奖？对啊，你不知道哦？不知道。对心肝哦。之前阁有民众抛出统一发票中奖的相片，结果 QR code 被人提前扫描兑奖，除了 QR code 被人扫走，无法度兑奖以外，像开统编发票无当用嚟专用囡仔，交易金额是0，或者是判去无法度辨认，注明作废，也阁有漏开被查到了后补开的，以及过期未领的，拢是无法度搁再兑奖。虽然电子分段发票特定资料都会当自动兑奖，但是使用悠游卡或者是商店会员卡购物，民众也是爱家己查询发票是毋是有得奖。若是袂记哩，或者是漏了信息的，上不幸的状况，就是甲千万富翁的梦想讲拜拜。